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星聞。1989年9月1號凌晨3點鐘，沙田第一城43座26樓傳嚟一聲悶響，30歲嘅鍾保羅從高處墜落，頭顱爆裂，當場慘死。10日之前，佢仲笑容滿面咁企喺港姐決賽嘅舞台度，係萬千觀眾心目中嘅金牌司儀接班人。呢個夜晚，香港娛樂圈失去咗一粒璀璨嘅星，而更加令人心寒嘅係，同佢並稱中環三劍客嘅另外兩個好兄弟張國榮同陳百強都會喺之後嘅14年間相繼離世。三個英年早逝嘅翩翩公子，三種令人唏噓嘅死法，三段到而家都仲係眾說紛紜嘅死因。究竟係命運嘅殘酷定數，定係隱藏喺浮華背後嘅驚天陰謀呢？等我哋撥開時間嘅迷霧，翻轉頭去嗰個光怪陸離嘅香港黃金年代，追尋中環三太子嘅生死軌跡。講起中環三劍客嘅故事，就要翻轉頭去1978年嗰陣時。嗰年一個普通嘅夜晚，喺尖沙咀一間叫 Bang Bang 嘅餐廳度，22歲嘅張國榮同同事食飯傾偈。突然間，一個後生仔直接行埋嚟佢面前，開口就講：有人話我同你個樣好似喎。張國榮一臉愕然咁打量住眼前呢個同樣俊朗、同樣氣質出眾嘅陌生人，問：請問你係邊個啊？佢答：我叫陳百強，英文名 Danny。就係咁簡單嘅一句自我介紹，開啟咗香港娛樂史上最動人，都係最悲情嘅友誼篇章。兩個人好快就發現大家有住驚人相似嘅成長背景，都係富家子弟，都係從細缺少父母關愛，都係由乾媽帶大，都係喺音樂入面尋找慰藉。陳百強成日喺做完嘢之後，專登走去張國榮嗰個演播室等佢收工，兩個人一齊食飯、行街、買衫。Danny 會將自己寫嘅新歌放俾 Leslie 聽，而 Leslie 最中意嗰首就係叫《眼淚為你流》。2年之後，即係1980年，一套叫《喝彩》嘅青春電影，徹底改變咗三個後生仔嘅命運。陳百強做主角，張國榮同埋另一位同樣出身富貴、同樣後生靚仔嘅新人鍾保羅做配角。三個人喺鏡頭前青春飛揚，喺鏡頭後稱兄道弟。因為呢套戲，因為三個人共同嘅貴公子氣質，香港傳媒就為佢哋冠上咗一個響當當嘅名號——中環三太子，又叫中環三劍客。點解叫中環呢？因為中環係香港最繁華嘅商業中心啊，銀行總部、外國領事館、政府機構、港督府全部都喺度，出入嗰啲都係名流紳士、白領精英。而呢三個後生仔啱啱好完美符合中環所代表嘅一切。張國榮1956年出世，老豆張活海係香港赫赫有名嘅裁縫大王，30年代已經喺中環開洋服鋪，馬龍白蘭度、希治閣、加里格蘭呢啲荷里活巨星都係佢嘅客。Leslie 13歲已經去咗英國留學，考入利茲大學讀紡織。如果唔係老豆中風，佢可能會繼承家業，做另一個商界翹楚添。陳百強1958年出世，老豆陳鵬飛係中環金寶錶行嘅創辦人，鐘錶業嘅老行家，家境殷實。Danny 細個已經展現過人嘅音樂天賦，俾老豆送咗去美國三藩市音樂學院深造。1977年學成歸來，踏入樂壇。至於鍾保羅，1959年出世，本名陳振文，祖籍廣東南海。雖然家境較前兩位略為遜色啲，但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畢業於名校聖約瑟英文書院，中英文兼通，博學多才。1978年俾商業電台高層余爭賞識，從此開啟演藝之路。三個人同框就係嗰個年代最耀眼嘅青春偶像畫面，英俊瀟灑，風度翩翩，談吐不凡，舉手投足之間盡顯貴族氣息。全民追佢哋嘅女仔可以由中環排到好幾條街，佢哋代表咗80年代香港後生仔最美好嘅憧憬。有才華，有顏值，有教養，前途一片光明。鍾保羅呢個藝名嚟歷幾有趣。1978年佢喺商業電台做 DJ 嗰陣，因為最憎食蔥，
同事就以此取笑佢，改咗個花名叫大俠一棵蔥。一棵蔥嘅粵語諧音啱啱好係棵蔥，於是呢個帶住幾分玩笑意味嘅名就咁伴隨咗佢成個短暫嘅演藝生涯。喺商台期間，Paul 主持三劍俠、跟你做個 friend、天地一棵蔥呢啲節目，憑住流利嘅口才同活潑幽默嘅風格，好快就紅咗。年僅19歲已經俾人評為商台最受歡迎 DJ。1980年12月11號，鍾保羅同麗的電視台簽約，正式由幕後行去幕前。佢拍咗《青春三重奏》、IQ 成熟時、甜甜24味呢啲電視劇，表現出唔錯嘅演藝天賦。不過，一場突如其來嘅車禍，差啲終結咗佢嘅事業。1981年9月25號，拍《甜甜24味》第7集嗰陣，一架貨車將鍾保羅撞低之後拖行幾米，前輪後輪重重咁碾過佢嘅腳面，導致腳部嚴重受傷。之後好長一段時間，佢淨係可以靠輪椅同拐杖行路，冇得做嘢，但就要承擔巨額醫療費用。就係鍾保羅最艱難嗰陣，佢兩個好兄弟伸出咗援手，經理人譚國基搞咗一場慈善演唱會幫佢籌款。張國榮勁歌熱舞開場，陳百強壓軸演出。演唱會現場，吳文雄同張國榮窮扶住打住石膏嘅鍾保羅上台，佢熱淚盈眶，緊咽住講：喺娛樂圈入邊能夠交到咁嘅朋友已經足夠。陳百強喺隔離接話：世界上最重要係朋友。全場合唱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呢一幕成為中環三太子最溫情都係最令人懷念嘅同框時刻。1985年1月，傷愈復出嘅鍾保羅轉投無線電視，開啟咗事業嘅第二春。佢做咗王牌節目《歡樂今宵》嘅主持人，連續3屆，即係1987年到1989年擔任香港小姐競選司儀，仲主持新秀歌唱大賽、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萬千星輝賀台慶呢啲重磅節目。聯合晚報咁樣評價佢：鍾保羅係歡樂今宵，甚至無線年輕一輩司儀中表現最好嘅一個。老牌主持人何守信辭職嗰陣，親自舉薦鍾保羅做接班人。年紀輕輕，佢就打贏咗汪明荃同盧大偉，獲得金牌司儀接班人嘅殊榮。嗰陣嘅鍾保羅年收入超過60萬港幣，喺80年代係一筆天文數字嚟嘅，前途一片光明，春風得意。邊個會諗到5年之後佢會選擇從高樓縱身躍下呢？而家將時間撥返去1989年8月尾，8月20號前後，鍾保羅一如既往咁企喺港姐決賽嘅舞台度，笑容燦爛，風度翩翩，將成台晚會主持得滴水不漏。呢個係佢連續第3年擔任港姐決賽司儀，都係佢人生中嘅最後一次。去世前5日，佢約朋友踢咗一場波，揮灑汗水，睇落心情都幾好。去世前2日，佢做咗件奇怪嘅事，捱過打電話俾關係要好嘅親朋好友問候。電話打到張國榮嗰度嗰陣，佢淨係講咗2個字：保重。朋友哋當時以為佢係終於走出咗某種陰霾，點知原來嗰個係最後嘅告別。1989年9月1號凌晨，鍾保羅嘅細佬陳振東接到咗阿哥嘅電話，電話嗰頭鍾保羅嘅聲線同平時好唔同，情緒低落，語氣沉重。陳振東心知不妙，即刻趕去沙田第一城43座阿哥嘅寓所。凌晨3點鐘左右，佢喺樓下嘅地面平台度發現咗阿哥嘅遺體。明報用觸目驚心嘅標題報道咗呢單慘劇：頭顱爆裂，當場慘死。現場仲發現咗一封遺書，內容大致係稱自己好失敗，對唔住爸媽，囑咐細佬代為照顧雙親，並勸父母移民。消息傳出，成個香港娛樂圈震驚晒。無線電視當日下晝緊急召開會議，討論點樣接替鍾保羅嘅工作。10日之前仲喺舞台度光芒四射嘅金牌司儀，就咁樣毫無預兆咁離開咗人世。佢死嗰陣，手度仲戴住前女友上山私立送嘅戒指。1990年1月15號到16號，香港死因裁判法庭對鍾保羅一案進行研訊，好多位證人出庭作證。
細佬陳振東證實咗當晚嘅經過同遺書嘅存在。好友賈思樂作證話，鍾保羅唔係好賭嘅人，淨係偶然落注作消遣，唔相信佢嘅債務係因為賭博而起。藝人麥景婷透露，曾經有財務公司人打嚟電話詢問鍾保羅嘅下落，並且要求償還欠債。鍾保羅嘅前上司證實，曾經借咗15萬港幣俾佢，每個月從工資度扣除償還，但到鍾保羅離職嗰陣，仲欠7萬幾蚊。1990年1月16號，法庭裁定鍾保羅死於自殺。裁判官喺結案陳詞度指出，鍾保羅並非嗜賭之徒，淨係閒中作為娛樂消遣。佢去世前幾年，因為同朋友合夥經營食品生意失敗而欠落債務，曾經向朋友同無線電視借咗大概50萬港幣用嚟還債，最終因為經濟困難選擇自盡。呢個係官方俾嘅答案，一個因為生意失敗而走上絕路嘅後生仔。不過呢個答案真係解釋到一切咩？同官方定論形成鮮明對比嘅係，當時嘅香港傳媒幾乎一面倒咁將鍾保羅嘅死因歸咎於賭債。明報娛樂版副總編輯彭美斯喺回憶文章度寫：阿坡賭得好豪，可以帶2-3萬蚊去澳門賭場玩百家樂，2手牌就輸晒。要知道嗰陣嘅2-3萬蚊已經係普通人幾年嘅工資，係一筆天文數字嚟嘅。據傳，鍾保羅唔單止沉迷百家樂，仲好鍾意賭馬，成日參加私人牌局，欠落嘅債務高達2000萬港幣。呢個係官方認定嘅50萬嘅40倍咁多。坊間流傳佢生前成日同同事借錢，逢人就開口，借錢對象包括梅艷芳、林建明、余以霞呢啲一眾明星，甚至向夜總會同銀行借貸。無線電視多次借錢幫佢還債，但始終係杯水車薪，咁樣就有問題啦。官方講嘅50萬同傳聞中嘅2000萬，邊個更加接近真相呢？如果淨係50萬債務，以鍾保羅年收入60萬嘅水平，分期還又唔係還唔到，點解要走上絕路呢？但係如果真係欠咗2000萬天文數字，咁又係點樣嘅賭局？點樣嘅勢力可以令一個後生仔喺短短幾年間輸掉咁多錢呢？呢個背後係咪隱藏住啲唔為人知嘅黑暗呢？要理解鍾保羅之死，就一定要了解嗰個年代香港娛樂圈嘅真實生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電影業蓬勃發展，年產電影超過200部，產值高達幾十億港幣。呢塊咁大嘅蛋糕，自然引嚟各方勢力嘅當中就包括香港三合會。據記載，1992年到1994年間，警方共接報涉及娛樂圈嘅暴力案件20幾宗，黑幫勢力滲透之深，令人咋舌。新議案係向氏家族，即係向華強、向華勝佢哋擁有永盛電影公司，喺業界舉足輕重。14K、和合圖呢啲同好多藝人都有關聯，控制唔少娛樂場所。嗰陣嘅藝人幾乎冇人逃得過黑幫嘅照顧。成龍曾經透露，佢每拍一套戲都要交陀地費，即係保護費，每日另外俾日費，收工仲要報警費，比黑道冇完冇了咁伸手要錢。劉德華傳聞俾人用槍頂住拍戲，曾經俾人拖欠上百萬片酬。周潤發、周星馳、李連杰、張學友全部都俾黑幫敲詐勒索過。1990年，劉嘉玲俾人綁架。1992年，李連杰嘅經理人蔡子明喺街頭俾人槍擊，中咗9槍，當場死亡。而賭場歷來都係黑幫嘅主要勢力範圍嚟嘅。80年代嘅香港，賭博文化盛行。香港賽馬會係唯一合法博彩渠道。六合彩1976年推出之後風靡全港，而一水之隔嘅澳門就係億萬賭徒嘅燒金窟。1961年，賭王何鴻燊獲得澳門博彩專營權，旗下賭場吸引咗無數香港豪客。鍾保羅係咪喺某啲私人牌局入面欠咗唔應該欠嘅人嘅錢？係咪因為咁樣受到威脅同逼迫？佢嘅食品生意究竟係乜嘢？同乜嘢人合夥？失敗嘅原因又係乜嘢？呢啲問題官方從來冇俾過答案。喺
喺鍾保羅去世之後，坊間開始流傳一系列詭異嘅靈異故事。雖然呢啲講法冇辦法證實，但佢哋喺民間流傳得好廣，成為呢單悲劇唔可分割嘅一部分。最廣為人知嘅係租客阿昌嘅故事。據稱90年代曾經有位教師化名阿昌，租住鍾保羅生前嘅寓所，沙田第一城43座26樓。入住之後，佢遇到一連串怪事。每次打開電視，唔理調去邊個台，播嘅都係鍾保羅主持嘅港姐選舉節目。客廳半夜會俾人打掃到乾乾淨淨，但係屋企明明淨係得佢一個人。最詭異嘅係，佢聲稱喺電視畫面入邊睇到鍾保羅嘅面，仲聽到佢講：我唔係自殺，係俾人害死嘅。仲報出咗2個人嘅名，一個係害佢嘅人，一個係可以幫佢嘅人。阿昌驚到魂唔附體，報警求助，但警方以冇辦法調查為由唔受理。佢之後接受咗城市追擊同有線電視怪談節目嘅採訪，呢個故事由此廣為流傳。另一個傳聞發生喺無線電視城。據講，鍾保羅去世第2朝清早，有化妝師喺電視城走廊遇到面色蒼白嘅佢，當時佢仲唔知道鍾保羅已經離世。下晝從報紙度知道消息之後，呢位化妝師大病一場，即刻辭職。仲有人聲稱1989年 Beyond 同草蜢錄製夠 hit 鬥玩音樂特輯嗰陣，節目入邊疑似閃過鍾保羅嘅身影。不過呢一個傳聞喺2020年俾潘少聰嘅網絡靈異節目嘉賓澄清為唔實。靈異故事終究淨係故事，但佢哋嘅存在啱啱好反映出公眾對官方講法嘅唔信任。如果真相淨係簡單嘅生意失敗，點解會有咁多傳聞？點解鍾保羅之死到而家都仲係未解之謎？等我哋梳理一下鍾保羅案入面仲未得到解答嘅疑點。第一，債務金額嘅巨大差異。官方認定50萬，傳聞高達2000萬，真實數字係幾多？如果係50萬，以佢嘅收入水平，並非冇辦法償還。如果係2000萬，呢筆錢係點樣欠落嘅？第二，食品生意嘅詳情。鍾保羅同邊個合夥？經營乜嘢？點解失敗？係真正嘅生意失敗，定係某種遮掩？第三，死亡時機嘅 KQ， 佢喺事業巔峰期選擇結束生命，10日前仲主持大型節目，5日前仲同朋友踢波，點解突然走上絕路？第四，最後嘅電話，佢喺去世前2日俾所有好友打電話，係咪話別定係求助？如果係求助，點解冇人察覺異常？第五，手度嘅戒指，佢死嗰陣仲帶住前女友上山私納嘅戒指，2個人1985年已經分手，點解4年之後佢仲未取落？呢隻戒指對佢意味住乜嘢？第六，遺書嘅完整內容，公開披露嘅遺書內容非常簡短，係咪仲有未公開嘅部分？呢啲疑點或者將永遠成為謎團。如果講鍾保羅嘅死係突然嘅墜落，咁陳百強嘅死就係緩慢嘅凋零。一場長達17個月嘅漫長告別。1958年9月7號，陳百強出世喺香港薄扶林瑪麗醫院，含住金湯匙長大。佢細個已經展現驚人嘅音樂天賦，7歲學琴，中學嗰陣組建樂隊，擔任鍵盤手。1977年去美國三藩市音樂學院進修之後返港發展。1979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好快就紅咗。佢係香港第一代實力派偶像歌手，代表作《眼淚為你流》、偏偏喜歡你、今宵多珍重、一生何求，傳唱到而家。1983年，佢憑住《今宵多珍重》攞10大勁歌金曲獎，偏偏喜歡你攞10大中文金曲。喺嗰個譚張爭霸嘅年代，陳百強係唯一可以同譚詠麟、張國榮分庭抗禮嘅歌手。不過進入90年代，一切開始改變。1991年，香港樂壇4大天王橫空出世，劉德華、張學友、黎明、郭富城以吹呼拉口嘅氣勢席捲樂壇，陳百強嘅事業遭遇前所未有嘅衝擊。同一年，佢一世摯愛嘅女人何超瓊喺家族壓力底下嫁俾咗許晉亨。
何超瓊係賭王何鴻燊嘅二女，同陳百強相戀好多年，感情深厚。但何家顯然唔會俾女兒嫁俾一個戲子。1991年婚禮嗰日，陳百強都喺屋企借酒澆愁，事業下滑，愛情受挫，雙重打擊之下，陳百強開始依賴酒精同安眠藥。佢成日失眠，成日無端哭泣，喺酒吧度買醉到深夜。阿媽回憶，佢曾經對佢講：阿媽，我本來對世界冇留戀，但唔捨得你。媽咪，其實我感覺做人好辛苦。傳媒對佢毫不留情，有報道抨擊佢冷血寂寞、靈感枯竭，甚至傳出佢感染艾滋病嘅惡毒謠言。陳百強性格內向敏感，唔識交際，唔識迎合傳媒，呢啲攻擊令佢越嚟越封閉。1989年9月，鍾保羅去世，呢個對陳百強嘅打擊唔細。同月尾，佢正在舉辦10週年演唱會，台上強顏歡笑，台下精神恍惚。最好嘅兄弟就咁樣毫無預兆咁離開咗人世，佢接受唔到呢個事實，而呢個事實好快就會輪到佢自己。1992年5月18號係一個改變一切嘅日子。下晝5點鐘，陳百強打電話俾經理人陳家英，語氣輕鬆咁相約去蘭桂坊加州餐廳飲酒。6點1個字，佢再次嚟電，呢陣已經喺屋企，聲音有啲含糊，明顯已經飲咗唔少。晚上8點鐘，陳媽媽喺麥當勞道96號寓所嘅套房浴室入面，發現陳百強倒卧昏迷，懷疑佢以酒送服咗安眠藥之後出事，緊急報警。晚上10點56分，陳百強送到瑪麗醫院，情況危殆，轉入加護病房。18號到19號，佢嘅心臟同呼吸曾經停頓3次，經過多番搶救，先暫時救返，但腦部組織已經嚴重受損。從此，陳百強陷入咗漫長嘅昏迷。成17個月，佢瞓喺病床度，淨係靠儀器維持生命，實際上已經成為植物人。醫療費用累計高達306萬港幣。商業電台喺遮打花園舉辦燭光祝福晚會，超過2000個歌迷到場祈福。華納唱片喺佢昏迷期間發行咗佢最後一張專輯《親愛的領》。張國榮曾經自己一個人去醫院探望昏迷中嘅陳百強，佢靜靜咁坐喺病床邊，望住昔日好友嘅臉，足足1個鐘頭，一言不發。1993年10月24號上午9點鐘，陳百強嘅病情急轉直下，血壓驟降到淨係有60度，醫生注射強心針搶救，無效。1993年10月25號中午12點12分，陳百強喺瑪麗醫院離世，終年35歲。關於陳百強嘅死因，官方講法係逐漸性腦衰竭，昏迷嘅原因可能包括酒精、藥物、腦血管爆裂或者心臟驟停，但係坊間流傳住唔同嘅聲音。意外話係有人認為佢係唔將安眠藥當成醒酒藥服用，釀成悲劇。自殺說就係更多人相信佢係因為長期抑鬱，以酒送服過量安眠藥，刻意結束自己嘅生命。唔理邊種講法，有一點係肯定嘅，陳百強喺去世之前已經深陷抑鬱症嘅泥潭。佢長期依賴酒精同安眠藥，精神狀態極唔穩定。好友查小欣回憶，陳百強曾經喺飲完酒之後打電話俾佢講：我死咗，你送我一車白玫瑰啦，我鍾意白玫瑰。4個月之後，佢喺屋企昏迷。葬禮度，何超瓊唔理人妻扶柩不吉嘅風俗，堅持為陳百強扶靈。佢着住黑色套裝，神情哀痛，淚流滿面。好多年之後，佢喺採訪度仲會哽咽提起呢段往事。翁晶晶係俠彩入面唯一仲喺世嘅女主角，佢曾經咁樣形容中環三太子嘅命運：3個男主角，一個死得不明，一個死得不白，一個死得不值。鍾保羅死得不明，真相到而家都成謎。陳百強死得不白，佢並非毫無求生意志，卻被抑鬱症吞噬。而張國榮死得不值，佢本來可以有另一種結局。2003年4月1號愚人節當日中午，張國榮同好友莫華炳一齊食午飯，
莫華炳注意到佢對手唔停陣，連筷子都夾唔穩。下晝4點鐘，張國榮自己一個人去咗中環文華東方酒店24樓嘅私人健身會所。佢冇健身，佢揾咗個靠露台嘅位置坐低，凝望住維多利亞港，久久唔出聲。期間，佢向服務員要咗紙筆，伏案寫低咗生命中最後嘅文字。下晝5點鐘，佢接到經理人陳淑芬嘅電話，相約6點鐘喺酒店見面。晚上6點整，陳淑芬準時到咗酒店咖啡廳等候。晚上6點半，仲係唔見張國榮身影。陳淑芬打電話問，電話嗰頭張國榮講自己仲未泊好車，叫佢去酒店門口等候。陳淑芬行出大門，喺街邊等。晚上6點43分，身後傳嚟一聲巨響。佢回頭睇見一個人從高處墜落，重重咁砸喺地面度。佢走過去，除低自己嘅外套，蓋住嗰張臉。嗰個係佢相識相知20幾年嘅摯友張國榮嘅臉。晚上7點06分，瑪麗醫院宣告搶救無效。張國榮留低嘅遺書淨係短短幾行。Depression， 多謝各位朋友，多謝麥列菲菲教授。呢1年嚟好辛苦，唔可以再忍受。多謝唐先生，多謝家人，多謝肥姐。我一世冇做壞事，點解會咁樣？我一世冇做壞事，點解會咁樣？呢句話道盡咗一個絕望病人嘅最後困惑。張國榮之死最令人心痛嘅地方係，佢並非唔想生存，而係病魔唔俾佢活落去。佢患嘅係生理性抑鬱症，即係 clinical depression， 又叫內源性抑鬱症，由腦部化學物質唔平衡引發。呢個同外界環境、心理因素無關，純粹係生理疾病。大家姐張陸平之後證實，佢嘅病係生理性嘅，100%係第一種抑鬱症。發病期間，張國榮嘅症狀觸目驚心，情緒失控嗰陣，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對手唔停陣，連夾菜都做唔到，嚴重失眠，好多日瞓唔着，胃酸倒流，聲音沙啞。成日感到極度疲倦，發作嗰陣痛到好似要將肉都撕開咁樣。佢一直係好積極就醫，中醫、西醫都試過，但效果有限。佢接受唔到自己患病嘅事實，成日疑惑：我又有錢，又有咁多人疼愛我，點解會抑鬱？2002年11月，佢曾經喺屋企服用過量安眠藥，俾伴侶唐學德發現之後，及時救返。嗰個係佢第一次自殺未遂，而呢一次佢選擇從24樓跳落去，冇俾任何人再救佢嘅機會。2003年4月8號，張國榮嘅葬禮喺香港殯儀館舉行，正值非典肆虐時期，但仲係有大概5萬個群眾冒雨聚集，成為香港史上最轟動嘅葬禮之一。張學友、梅艷芳、徐克、黃霑、林青霞呢啲圈內好友悉數到場。扶靈嘅有陳淑芬、徐克、張學友、關錦鵬、劉培基、梁家輝、林夕呢啲人。8個月之後，同樣患癌抗爭好多年嘅梅艷芳都離開咗人世。佢曾經講過，人生得遇2位知己，一位係張國榮，另一位就係陳百強。3位知己喺嗰1年嘅前後幾個月裏面，全部都已經唔喺人間。等我哋將3個人嘅生死軌跡並排放埋一齊睇。鍾保羅1959年出世，1989年9月1號去世，終年30歲，從住所26樓墜落。陳百強1958年出世，1993年10月25號去世，終年35歲，久服安眠藥，至老衰竭。張國榮1956年出世，2003年4月1號去世，終年46歲。從酒店24樓墜落，從1989年到2003年，跨越14年，3位好友相繼離世，冇一個人活過50歲。呢個係巧合咩？係命運嘅安排，定係有某種我哋睇唔到嘅關聯？仔細審視3個人嘅人生軌跡，會發現好多驚人嘅相似之處。第一，心理健康問題。陳百強確診抑鬱症好多年，長期依賴酒精同安眠藥。
張國榮確診生理性抑鬱症，最終因為病情失控而輕生。鍾保羅雖然冇明確診斷，但從佢去世前嘅種種跡象嚟睇，精神狀態同樣堪憂。第二，性格敏感內向，三個人都有藝術家氣質，細膩敏感，追求完美，對外界評價十分在意。陳百強曾經因為朋友嘅一句玩笑，即係張國榮喺眾人面前揭穿佢化咗妝，而同張國榮鬧返好多年。呢一種敏感性格令佢哋喺面對壓力嗰陣格外脆弱。第三，感情挫折，陳百強同何超瓊被逼分手，愛而不得。張國榮嘅同性戀身份喺當時嘅社會環境下承受巨大壓力。鍾保羅同上山施納分手好多年，死嗰陣仲戴住佢送嘅戒指。第四，事業高峰期遭遇危機，鍾保羅喺最紅嗰陣選擇結束生命。陳百強喺四大天王崛起之後，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危機。張國榮籌備好多年嘅導演處女作《偷心》，因為投資方問題流產，打擊巨大。第五，都曾經俾嗰個時代嘅黑暗面所傷。80到90年代，香港娛樂圈嘅殘酷競爭，傳媒嘅瘋狂追逐，黑幫勢力嘅滲透，構成咗一張無形嘅網，令每一個身處其中嘅人都難以掙脫。坊間流傳住中環三太子詛咒嘅講法，三個人喺14年間相繼離世，仿佛被某種神秘力量所牽引。但係從理性角度分析，三個人嘅死亡各有具體原因。鍾保羅死於債務壓力，唔理係賭債定係生意失敗。陳百強死於長期抑鬱導致嘅酒精同藥物依賴。張國榮死於生理性抑鬱症，病情失控。三個人嘅悲劇，與其話係詛咒，不如話係嗰個時代嘅縮影。80到90年代嘅香港娛樂圈繁華背後暗流湧動，賭博文化盛行，黑幫勢力滲透，傳媒狗仔窮追不捨，藝人承受巨大精神壓力，而社會對心理健康問題嘅認知幾乎係零。喺咁嘅環境底下，敏感脆弱嘅藝術家哋缺乏保護，缺乏支持，最終一個個倒低。鍾保羅如果可以得到及時嘅財務救助同心理輔導，或者唔使走上絕路；陳百強如果可以喺抑鬱症初期得到有效治療，或者唔會釀成悲劇；張國榮如果生喺而家呢個對心理疾病更加包容同理解嘅時代，或者可以揾到更好嘅治療方案。所謂定數，不過係嗰個時代留低嘅傷疤；所謂陰謀，可能淨係我哋接受唔到咁樣殘酷嘅事實，而為之尋找嘅解釋。關於鍾保羅之死，到而家仲有好多疑點未能解開。佢究竟欠咗邊個嘅錢？嗰場食品生意背後係咪另有隱情？佢喺去世前2日俾所有好友打電話，到底係話別定係無聲咁求救？係咪有某種勢力喺逼迫佢？或者真相已經隨住歲月流逝而永遠淹沒？但有一點係肯定嘅，鍾保羅、陳百強、張國榮三個風華正茂嘅後生仔，本來唔應該咁樣離開人世。佢哋嘅死唔單止係個人嘅悲劇，更加係一個時代嘅悲劇。2017年，失業生修復版重映，銀幕度25歲嘅張國榮、23歲嘅陳百強、22歲嘅鍾保羅依然後生靚仔，意氣風發。佢哋喺鏡頭前嬉笑打鬧，青春飛揚，仿佛時光從來冇流逝過。嗰一年，距離鍾保羅去世已經28年，距離陳百強去世已經24年，距離張國榮去世已經14年。如果佢哋仲喺2025年嘅今日，張國榮69歲，陳百強67歲，鍾保羅66歲，佢哋或者已經退咗休，或者仲活躍喺演藝圈，成為德高望重嘅前輩。佢哋或者會喺某個頒獎典禮度重逢，回憶當年喺失業生片場嘅趣事，互相調侃已經發福或者白頭。但係呢一切淨係可以存在於假設之中。香港作家倪匡曾經講過，人生最大嘅悲哀唔係死亡，而係遺憾。中環三太子嘅故事正正係關於遺憾嘅故事。遺憾佢哋走得太早，
遺憾嗰個時代冇辦法俾佢哋更好嘅保護，遺憾我哋到而家都唔知道鍾保羅死亡嘅全部真相。佢哋曾經把月亮揉碎成一小撮星星，撒到每個人心裏邊。而家月亮已碎，星星已散，但嗰啲歌、嗰啲電影、嗰啲關於佢哋嘅記憶，依然喺歲月深處閃爍。鍾保羅逝世之謎，可能永遠都唔會有答案。但我哋記住佢哋嘅方式，唔應該淨係追問死亡嘅真相，更加應該係記住佢哋曾經點樣活過。嗰個喺籌款演唱會度熱淚盈眶講能夠交到咁嘅朋友已經足夠嘅鍾保羅，嗰個喺鋼琴前寫低偏偏喜歡你嘅陳百強，嗰個喺舞台度深情演唱風繼續吹嘅張國榮，剎那芳華都係永恆。如果你都中意呢個故事，記得幫我點個讚同訂閱。我哋下期再見。